方法或者啲水晶去幫助你咁。最左邊嗰個叫做紅紋石，或者有個名叫做靈猛礦。哇！幾靚嘅呢個石都，佢嘅粉紅色係好吸引，同埋佢都好偏向好多花紋。不過我聽聞冇花紋嗰啲先至最貴，不過 whatever 啦。其實有花紋嗰啲都好靚。咁佢就對應心輪啦，因為粉紅色啊嘛。咁所以即係身體上就會對心肺啊、免疫系統啊、淋巴啊、血液循環嗰啲都有幫助。咁所以即係血液好、皮膚啊、美容啊各樣都會有好處。咁喺呢度我有分享一個有趣嘅資訊，我都唔知有幾準確，但係我係話咗出嚟嘅。有美國嘅治療師咧係提出呢一種石對於腺體能量嘅療愈係非常有幫助。咩腺體能量呢？就係講緊嘅係胸腺同埋乳腺，即係乳房嗰啲位置咁嘅。咁佢再解釋，即係呢度我都已經哇，原來紅紋石可以咁喎，咁啊值得分享啦。佢再講落去，乳癌同埋淋巴癌可能係嚟自過多憤怒同埋悲傷累積喺呢啲腺體入面。我唔使諗，肯定係長期無法表達，造成身體嘅慢性發炎。而紅紋石嗰個細緻嘅能量就可以進入呢啲腺體入面，清除負能量，令到我哋可以用愛嘅方式將情緒真正表達出嚟。咁我就覺得呢一種石，你值得擁有。哇！同埋最緊要不過紅紋石唔平啊，即係佢都係略貴少少。有一樣嘢值得講嘅就係咧，紅紋石同粉晶都係即係對應心輪啦，亦都對愛情係有一個幫助。但係紅紋石係主要係幫助你去獲得一個正姻緣。突然間好似個原因咧係